頭來過來是副總統蕭美琴6月初6到初10要去訪問咱的邦交國帛琉。不過頂個月總統賴清德到史瓦蒂尼訪問是予中國來打壓，所以副總統這屆是採用專機直飛的模式。總統府強調講，有關安全的問題攏有掌握。副總統蕭美琴、陳特忠和友邦帛琉總統費樹勤，在咱台灣總統府握手同慶。不過後禮拜兩個人就直接見面。蕭副總統6月初6特別親身飛到南太平洋友邦帛琉，做5天4暝的國事訪問。這嘛是為2024年上任以來的頭一擺。這撮必行專案，總統賴清德嘛交予副總統蕭美琴，包括深化邦誼、引述觀光和英邦計劃等3項任務。我們以這個舒適、安全、便利、尊嚴原則。那這次我們去帛琉事實上是直飛，我們所以往返都是直飛。任何正副總統的出訪，外交跟國安團隊都會對於相關的情資有完整縝密的掌握。府方強調，對相關安全問題攏有掌握。畢竟賴總統5月初接獲中國飛航打壓，落尾成功突破包圍，最後回收友邦史瓦蒂尼王國。如今蕭美琴接棒，要加強咱台灣太平洋安全防線，反制地緣政治施壓，會採取專機直飛模式。以民航機航線圖來看，副總統蕭美琴訪問帛琉，預計航程3點半鐘到4點鐘，中會經過馬尼拉和帛琉關島飛航情報區。不過帛琉嘛是美國的朋友。蕭副總統這撮敢會規劃跟美國政要和外交人士交流呢？蕭副總統到帛琉是應帛琉政府的邀請，所以我一切是客隨主便。敦睦艦隊的話，行程是我記得是6月4號會離開，所以我們這次是6月6號到，我跟敦睦艦隊不會在帛琉有共同的活動。海軍敦睦艦隊2月底啟航了後，6月嘛計劃訪問帛琉。不過蕭副總統訪問團才單小閃過，這邊副總統蕭美琴帛琉的訪問，預計早政府海盜以上的禮物，要深化台灣帛琉邦誼的同時，嘛要見證兩國的共贏成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